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下面咱来读一个龙德山，龙德山的小说。龙德山的小说，当红被先生是用中文写的。啊，书当时伊原那嘛真拼势去找找到台湾头一位女医师，就去改做口述还是口头访谈，听讲就是录音嘛，啊，然后甲蔡信甲伊讲的遮个故事，用小说的方式来呈现，啊，所以正做台湾头一位女医师，这真正伫咧台湾的历史是不了重要，只是咱台湾人过去无啥机会通知捌啊。透过戏剧吼，当然你伫咧 YouTube 顶管会使找到袂少资料，所以看戏剧应该是较精彩啦。所以你即个小说，听讲还是几十万字啊，100万字啊，几万字我毋知影。把未来罔听，我dit我是当做啥？当做看中文字，甲伊改读做台语的即种出世的人，应该是拢有才调，双语能力，啊，继续努力，还是保持迄个敏感度，才有才调。迄个是知爸爸，我是安尼想，啊，所以就来甲即个中文读做台语啊。因为我是按算迄个啥，平常时啊，拜九拜五，当然对我来讲，应该是讲日时的时间会使吉头壳，所以就读中文换做台语文。啊啦，要困进前就是直接读台语文啊，免大咧吉头壳啊。我是安尼想，我发现咱上课，课什么叫分课？伫咧读拄着一寡字词毋捌，啊，我就会走去迄个啥，找台语找，有当阵是属于语句上真差啦，迄可能爱会再去讲做台语啊。足久之前，可能伫大学的时阵，敢若捌曾经想要去读讲迄条做啥物翻译研究所，翻译研究所分什么口译甲书面文字嘛，啊，迄拢是无共的训练啦，所以反正最后无就对啦，无去向行，所以迄个啥，日本有一个讲法叫什么杂戏哦，就是人拢捌，啊，毋是讲捌介深安尼。背景声音安尼，所以你嘛会使靠这当做背景声音。若阵讲有人要移去迄个啥台语环境，当中咧有啥物语言，应该是会使家己去抄出来。好啦，咱就来读《龙德山》第二部山，差不多占一半的分量。啊，第一部，敢若第一本的头前，差不多可能一半尔看冇袂着，就是伊主要是要介绍现实的人物蔡阿信，前因后果，还是周围一寡代志介绍过嘛。啊，当然即摆已经进到蔡阿信，昆阿信登场啊，就较侪伊的代志嘛，讲伊的求学啊，啥。所以第二部剧已经到第10章啊，第10章嘛已经读到第9节啦，吼。这一年世界主日学大会拄好轮流伫咧东京来举行，因为伫美国公园对面的帝国岛参加的旅客来休息，隔壁阁有真大的保障剧场，通提供开会和表演的用途，所以大会地点就定伫咧帝国大旅社。时间未到，已经有各国的牧师、宣教师按世界各角是一批一批请我来东京，我用请迄个字啦，就是规个水溢过来迄种请啊咧。因为开会期间的需要，1、20个实施英语的女招待就来，所以伫咧日本的世界主日学聚会就临时
向全日本高等以上的各国女学校征用会晓讲英语的学生出来争做音乐的女教台，因就先向圣玛格丽特女学校来征求，经过女学的校长德姑娘的推荐，因才来女子医科大学请曲雅士去帝国大女社帮助因的来宾来服务。这个大会前后后举行2礼拜，每一天雅信一透早就穿伊大学的学生制服，伫咧胸腔前别，伫咧胸腔前编一支有写主日学大会音乐服务员的编章，伫咧帝国大女社的门，伊含其他10几个女服务员主要任务是要替宾客做通译，回答因有关任何日本风俗，回答因有关任何日本社会风俗等等日常当中搭地的小小的问题。当然有当阵也会替因叫车，替因买邮票去寄批，然后开会时间就替因找出补充剧场内底的座位。这会来自世界各国的宾客，大家面拢真和善，真和气友善，和气。这是属于宗教活动嘛，所以宗教活动这人大多数啦，其实只要有信仰的人，一般拢是真好礼，真好。伊讲和气友善。和气友善，不过伊这是咧讲伊展现出来迄个affordability。讲客气啊，客气嘛是，吼，我看一下，亲切、相好、和气、亲厚厚、优先、厚高。你讲。脸上都十分和气友善，对啦，客气款，或者是这个来自各国的宾客，大家拢不离啊，友善又阁客气，袂输拢有受过高等的教育，查某的拢打扮甲真，你讲打扮入时是，当然，啪哩啪哩，还是时髦，时髦嘛，时髦这个词，我会记得打扮入时，还有一个讲法就是入时。我是习惯我数理法，但伊数理安拍迄个音，我拢会。对我会问啥物？增速，就用教授有修。对啊，就是长时行嘛。每一时代时行拢无共款嘛。毋过，迄时代长时行，伊一穿出来，咱其他人讲哦，最近长咧时行，也是穿啊足时行。毋过若伫看戏出的时阵，看到无共时代吼，就讲哦，那穿啊遮尔怂，对无？无共时代时阵，就讲穿啊遮尔怂。毋过人迄是因迄时代上时行的啊。所以当然在迄个啥文字上，就是打扮甲真时行，还是讲照时行安尼嘛？时派、流行、时派，就用教授讲一个时派，迄个时间的派别，时派。查某的拢打扮甲真时行，查甫大家拢穿甲真闭杂，而且你看，男的都衣冠楚楚。会听讲即届比更的考试嘛？考一个闭杂哟，是讲我看唔到袂记，我嘛是学台语才知影讲闭杂。大家人会，对啊，就是迄个闭杂迄个啊，杂敢若就是炸物件迄个炸嘛吼，闭就是敢若闭手迄个闭安尼，闭杂就是讲穿啊真整齐，无一定是穿什么西装啦，还是正式礼服，就是一般就讲。伊穿啊真整齐，袂讲老脏就是可比讲你衫爱一般，不管查甫查某，大部分衫拢会去予迄个啥裤带遐甲伊拔开嘛。就讲裤带是要甲裤还是裙拔个好，较袂扭去嘛。一般迄个裤带甲裤头迄个部分，大部分袂去予衫扎起来啦。
因为你若甲衫揪出来扎起来，迄个人就讲嘛，较 leisure、较休闲、较毋是安尼正式嘛。你若相对较正式，就是显出你的腰身嘛。都准讲无腰，你嘛爱现出来啊。我逐工拢无正式。啊，因为无正式无要紧啊，你也袂逐工拢伫咧什么，爱什么见外宾，爱甲人计价，爱甲人做啥，迄咩啊讲？当然，阁有一种就是讲，对啊，就是毕早拢在讲穿衫啦。好，啊，所以你看，人人谈吐高雅，谈吐咧，讲话真优雅，谈吐。哦啊，伊阁讲一个迄个，风度翩翩，谈吐言谈。我嘛就想要知影我讲，我就敢若会晓讲话就优雅。对啊，啊结果。我嘛就想要知影要应该来讲。常常要形容我阿公阿嬷，对，因讲话，对啊，我常常就是小改。Embry 伊敢若写个骨喙，毋过是讲谈吐流畅啊，骨喙是足骨溜骨喙，是流畅啊。啊那敢若你看，人人谈吐高雅嘛。台湾锁定历史顶一个书，直接是该读谈吐，就直接该放空主背读出来。所以张龙教授收看伊是讲啥？因为当然照字来读就是一种方法，啊，另外就是讲，伊整个的表现，一般中文的别个语境嘛是讲什么言行举止嘛，对无？讲的啦，行为啦，啊，一举一动啥嘛，所以谈吐，讲话，张龙教授直接改写讲话，所以谈吐高雅，对啊，就是会使，就是讲，咱看到谈吐，知迄个情景是啥。啊，即马张龙教授讲，该用讲话来形容，当然是 OK 嘛。啊，有当中会感觉，啊，敢遮白，敢遮尔白着直接咧讲话啊？你敢？就讲，毋是无好，就讲，安尼会使。我无一定感觉讲，若是我的感觉，我无一定感觉啥物历史就一定就白，因为我感觉台语诚清，当中因为伊情景足侪啊，伊的使用法，我倒无感觉这是足白，我是完全就是自我怀疑我的历史是真少。是历史无够多，嘿，对。对，啊，当袂使，因为若使，因为我就较贪心嘛。咱就讲，我嘛才感觉着讲，这才是我的母语啊。去学中语、中文，迄种按课本、按册顶悬去对伊个尔，就是即个词伊的中文是啥？不管即个词是台语、是英语、是日语，爱对遮来中语是啥？你敢若学着一个啊？你若无10倍努力，你就敢若知影即个尔。准讲你3倍、5倍的努力，你嘛直加知影2个、3个，已经算足了不起啊！不过台语即个语言是对我来讲，自细汉听到大，虽然讲高中进前听讲足基本、足浅的，毋过当咧看遮个文本的时阵，就发觉有啊，就是至少细汉的时阵捌听大人讲，甚至阿公阿嬷讲过，只是听入来就左耳进右耳出，你无有印象。毋过另日你看着文本，对，阿公阿嬷讲过，谁讲过，遐亲戚遐时代阿嬷讲过，安尼就有第二个印象。搁加看一寡文本，就会使学搁较济，甚至用一个字词、2个字词安尼弹出去了，就愈学愈多。一个情景会使有几多种讲法。即种学习法对本国语言者，伊袂太困难。你是英语的母语者，你会使真紧的学到足侪种同一个语境的足侪种讲法。对日语母语者嘛是相款，对台语母语者嘛是相款。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台湾现主是无人
无人是花，讲了歹听是安尼啦。准讲2000年以后才出世的遮个人，伊讲伊一出世就听到华语，毋过伊个时大人，无人是母语华语者嘛，无嘛。啊，若无意思是啥？就是伊迄个语言啊，个背底是无够的，是无够的。啊，若无够，你要安怎请用迄种迄个啥？迄个语言的底底？目前是台语才有即个啥？台语才会堪比互安尼讲，哦，这是有一个有底底的。当然，在因中国因的普通话原来有因的底底，因为实际上认真来甲看，因即摆普通话是1920年才开始一活来啊，所以迄其实以现主是100年，你有法度累积偌济，迄个语言的背底其实是足有限的啦。啊，毋过现主是的状况是安尼，所以转来遮就是你看人人谈吐高雅。吼，啊，就会使有足侪种讲法嘛。讲话拢足文雅，也是真优雅，也是。对，我拢安尼讲。系啊，我即马我对你讲的时阵，有形容想到一个，可比讲，最近我搁咧盯看只是大场顶啊，内底有一个角色，啊，其实迄个角色就是啥？我想是形容袂记伊个名，伊就是有得到成就奖的迄个嘛。天马地棒内底嘛有出现过，什么方向？我怎袂记伊个名？8、90岁啊！啊，伊就是伫咧只是大场内底演阿嬷，啊，伫天马地棒内底演人工卖晓，就是未婚的迄个啊，高美，敢若毋是演迄个女主角着？就讲伊到即个坎站啊，就是有一个真优雅、真文雅，也是真安怎讲？就讲迄个形容词，我敢若捌听着过，毋过真雄雄要想要讲啥，讲无啥会出来，就全啊敢若。陈小凤女士。对，哦，伊个名。伊个形容甲我阿嬷有够像的，啊，气质嘛是该看到伊。咱有想到阿嬷，伊。对。拜我阿嬷。因阮阿嬷，因为我细汉，我敢。阮阿嬷敢是我小学啊中年级走嘛，啊，所以阮阿嬷迄个穿插外表，啊，甲即个陈淑芳，伊嘛是可比讲有6、7成以上迄种面貌啊相像，因为陈淑芳敢嘛是北部遮的嘛，吼，啊，阮阿嬷嘛是算讲反正大台北地区遮其实就是有一个，人讲啥一方土水养一方人嘛，你讲。准讲到现主时啊，若准讲有一个人拢伫咧大台北地区过规半世人，含一个伫台南高雄过规半世人的人，会徛做伙，咱来甲看。咱若观察甲有够有路，其实会使真紧就判断出讲，哦，即个应该是北部的，即个应该是南部的，因为迄就是就讲嘛，一方土水养一方人，迄就是无共款的环境，啊个。真格加清大，拢无共款呐！啊，你培养出来就是会有真差嘛。虽讲对日本人、对中国人来讲，我看共款啊。不过对咱在地来讲，你若有咧观察的，你应该才看会出来迄个真差。啊，当然，这是我的迄个啥体会啦。就敢若陈小凤啊，即嘛袂咧讲，我阿妈迄个面貌啊，就感觉。共款，这样形容想袂出来。是讲人人谈吐高雅，可能暂时就讲，讲话拢真客气，真好咧，吼啊，风度翩翩。因为这两个算咩啊讲？所以风度翩翩。你讲好咧，我嘛是都常常形容印象到阿嬷讲好咧，即个意思。即学了吧？我讲过我阿嬷拢因拢讲话拢是拢无地方的啊。就是甚至袂大声讲话咧。对啊，所以我的印象中，若听过台语吼，拢是迄款的嘛，对啊，就是影响别人也是别人迄款的。我有听过，是讲像就好咧安尼。台华山顶李书店讲飘撇，风度翩翩，改讲飘撇。这飘撇，敢若剃头人迄款的。你讲，迄个飘撇目前。飘撇这个词，即马敢若会有淡薄仔中性偏小可负面，
伊无。我感觉即阵就是讲，足侪历史，伊讲问题咧开讲有讲嘛，就是即马台语的用法嘛有小可变化，我来感觉，因为我来接受我可能感觉更较深吧，就是因为自我第听的时阵，就是讲较现代的时阵，第听的时阵就是当较就是本来因为接受了后才知影后来迄原底可能较负面的。就你甲我教一寡事嘛，我有看到，但是我实际上咧接受的时阵，还是听过一寡人就是讲较笑可会讲话的时阵，拢会摕来用啊。所以讲常常感觉变啊较，亲像你讲的较重视安尼，还是讲因为为着要较趣味安尼。对啊，搁要迄个小拄会着即个词啊，阮从细汉听着拢是属于较负面的，而且。讲即句话的人，伊其实就想要，就是讲伊无答话，伊无知着甲对方安怎，只要甲呛声，就甲对方呛声讲小拄会着，吼。对啊，参与即个历史，伊甲我咧讲啊，因为自我开始做团队时阵，伊听着别人咧开讲着即句的时阵，但是迄个环境啊，迄个气氛哦，拢是就是较好笑安尼。趣味的时阵嘿。所以我才后来因为即几工接受台语，知影。原来就是因为听你讲过，还是讲去理解即个历史的时阵，才知影讲啊，原底是较负面的。所以讲再来回想起当阵，安尼因咧使用的时阵，就是那怎么讲，就是有较调过伊咧较趣味的安尼，气氛才无毋对啊。所以小拄会着即个词，在过去拢是个别要离开。的时，才敢甲对方呛声。就讲，在过去是，即马是颠倒。其实即个词，你即马的使用是虽然较幽默，但是原来有即个无脱离即个语境。对，你应该知影我的意思，就讲才会安尼使用，对。但是因为以前就是，亲像你讲的，就是较硬啊，迄款啊，就是。对。足硬要呛声安尼使用，平常可能嘛足歹啊。是。但是即马就是因原仔知影即个意思，我感觉也是，毋是讲，因为我毋知你敢会要伊，我上要伊是一个历史伊原底的意思，规个拢走进去啊，完全无啊。但是我即马观察也是有啦，就是讲伫使用的迄个语较有变化呢。是，所以。就是讲，最近我嘛是伫一寡台语场的时阵，拄着一寡熟识的时阵啊，就拄着的时阵，我就手比出来，然后用 quotation 迄个 quotation mark 的手势，就甲对讲小拄会着，安尼，意思就讲，咱个小拄啊尼，所以在过去小拄会着是要用后壁延伸出来意思，莫我拄着，我袂甲你那尼吼，对，即摆就纯粹咧用，即摆个小拄啊，小拄会着啊，就都会。已经我最近即几届，差不多即2个月吧，反正有当一寡台语场是啥，拄着熟识可能过去有，就讲毋捌有无好的情绪的就对啊，拢理论上拢至少中性的，甚至正面的方向发展迄种情绪的时阵，下一摆个拄着的时阵，就怎啊？眼神交换者，就总会讲出来即句，就手势嘛摕出来，小拄会着。对啊，注意，我感觉袂歹啊。你大方向来看，咱是讲开。我紧反正就是讲有拄着的。因为我是正较乐观的人，你嘛知影。我会较大方向来看这件代志。伊主要就是讲你会使安尼较另外来运用的时阵。但这足简单，足容易。伊气氛够袂歹的时阵啊，就侪人讲，因为参像这个历史是我差不多应该是嗰个就是嗰个打工的迄个时阵哦，就听过哦。对这个历史的印象，就是因为我拄则讲的，就迄个气氛够真好。所以讲我就咧思考讲，这个历史是安怎来使用？我觉得哪听哪学，就
我感觉就讲，我拄则讲大方向来看，就是这是好事啦，就是因为安尼较简单、较容易来去，互人一直会使提出来讲。对啊，提出来使用的时阵，对啊，就一日安尼，打到跳的，一直一直累积出来。佫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哦。即马插回者，插回我紧。是要甲你讲，但是无时间，因为你做主持人做定睛的，所以要是讲读主持人上就定睛，无法度插回。对，因为我最近有写一篇文章，迄天我毋知甲伊请教讲地位你的保护。其实开始我是写是写汉乐南昌的安尼款的，对，我了我才互你看，就是讲，我想要对你讲就感谢，因为。我讲是我在写的时阵，因为我昨嘛甲杨文咧开讲来讲，这足侪在写的迄个历史安尼一日要写出来对无？且写的时阵我头壳内底竟然都是马文的声。你捌听到过？你敢若听过我的，所以就留下印象啊，敢若是安尼。对啊，对。因为我以前听的时阵，拢听迄个，因为。讲实，我有讲过，就是我原本就是已经拢真正拢袂记伫啊，吼，那一寡声啥物拢迄种少符，迄就是因为后来含你做伙安尼读即个台湾通信的时阵，即个过程是你，而且是你读着，要是讲我读着的时阵，我就过我了解我家己，我有我家己的，伊的方法是。我感觉是真甲我怪啦，因为我讲要合作写一篇安尼，我讲一人1000字安尼啊，我想讲是想无好啊，是对啊，是讲一千我就想讲1000字，就是小学的时阵，迄当阵我袂甲，袂讲太困难啊你。好啦，惨大意。写那伊嘛讲，伊讲一人1000，所以讲伊嘛有写一寡，我嘛看到伊咧，迄个真正认真咧写作的人吼，是咱也嘛知影啦，就是讲要是讲有学习过吼，你一定会拟定一个大纲，还是讲啥物主题安尼，一点后来再来甲就是填入比较多嘛，就是再给它扩充这样。所以讲我有看到伊迄代表有1点我就讲，无我就甲伊，我讲我今仔查就是落尾遐一段啦，无我甲你偷摕去。我你有一段会使偷摕哦，安尼我讲安尼甲伊讲水笑呢。无啊，就是最后就是因为一开始吼，我都在想讲，哪有可能是人1000安尼合作，因为文笔就差足多嘛，对啊，迄书写大家用词的关系，啥物拢一定拢差足。拜托恁老师级别的人诶，对啊，我就想讲我一开始就是原来有在想讲一定是咧甲我写，就是要怪我来，就是讲好嘿，我到底是会晓写，也袂晓写呢啊，系啊。是讲我来知啊。嘿但是我就是呢好就重点就是讲，因为我咧写的时阵因为日头。开时阵会写，就想嘛，我要表达，要安怎完全表达？结果我头壳足侪马文的声音，真个，有淡薄仔是阿关的部分，就真感谢恁就是愿意安尼，这几档安尼用带我安尼用我家己介意方式安尼来学习，真多谢。无问题，大家互相学习。好，咱就继续读落去吼。反正讲，每一个人伊的讲话拢真文雅，拢真飘撇。伫咧雅神的脑海里留下真深刻的印象。遐个查甫宾客就敢若问一寡重要的代志，若真侪俗语煞拢爱讲一寡细语哦。这细语是啥？因为伊的意思应该是功能还是目的嘛。古龄人还是女性就是较会。讲慢慢讲安尼，当然，中无一个什么轻声细语嘛，可不用伊即个啥，因为我是敢若拍细语，
啊伊枕头弦，我毋知影枕头弦轻声细碎。毋过伫即个语境内底，可能甲即个轻声细碎即种讲法，敢若无啥相款，因为伊伫即个小说遮表现的是讲，查甫的宾客就拢直的啦。我想要知影啥，啊，恁敢若是服务人员，我就直问你，我要去对，我要创啥，你就直接甲我讲就好啊嘛。啊，服务人员敢若毋是，所以就讲，啥？但是诚侪俗语煞爱讲一寡，这可能嘛毋是算婴仔话，婴仔话佫属于负面的。啊，即个伊讲的细语，看卖伊的细语是要安怎讲？细声话，耳孔边的话。中农教书是讲细声话，讲话细声话，讲细声话，伫耳仔边讲细声话，所以轻声细碎。轻声细碎，我感觉只是讲话真轻、真细声安尼尔。啊，伊遮伊是要甲差不多，对。啊，所以悄悄话，台语啊。嘿啊，就是伊真正是要甲即个查，伊讲遐个查甫宾客，敢若问一寡重要的话，啊，真侪俗语煞拢真介意讲一寡讲耳孔边的话，因拢真介意含雅性用英语来开讲丰富，就是一直重复，这确实，就讲阮进前仔听到一个讲，伊要哪练迄个讲练英语、练日语，讲要练英语。就去较侪讲英语的人遐所在嘛，要练日语就去较侪日本人的讲话所在嘛，吼，咁讲游泳池也是啥物所在？伊讲，反正拄着一个人，一个人来拄着时阵就讲，啥？可能问讲你啥物名？你咧创啥？啊，遮有好耍无？啊，你啥？你较兴做啥？就是问的问题可能就是，若准讲每个人拢会问5个问题好啊，吼，安尼50个人。上接问的头前10个问题，你拢甲准备起来，你就使练咧几落10届啊！啊，就靠这种方式，伊拢一直问嘛。你讲啊，一而再，再而三哦。当然是一直重复啦。看嘛，一而再，这台语会使安怎讲？听过就是啥物，讲一直问，迄个口口问啊。毋过迄个酷问是敢若共一个人酷问，即摆语境是讲，即个人可比讲，即个问一两三编号，因为若准讲你甲你互问过的问题，一个问题，咱甲编号编到1到53嘛。第一人可能问头前一两三是55个问题，第二个人可能问一两三7、8、9，啊，第三人可能问1、3、5、13、14，啊，第5个可能佫问1、2、5安尼，啊，酷问是。敢若我一直问，安尼就是讲，啊，你是要问到一支病虫我举许，一直问你是问袂煞呢？毋过无啊，所以伊遮相拄着的人就是讲，伊遮是讲有真侪话拢是哪，一而再，我是甲伊直接拍一而再来找嘛，吼啊，爱台语是有人讲一摆搁一摆。啊，无就是再三再四安尼。就讲，因为迄是拢无共的人问的，啊，对你来讲，若准讲你毋是伫咧学语言的时阵，可能到第3届、第5届，你就感觉足烦的。可比讲的店员，对吧？迄超商的店员，伊就是会一直去互人客问重复的问题，啊，遐问题佫无一定有答案。啊，毋过伊是店员啊，伊袂使拒绝啦，因为对无共的人客，伊有可能共款的问题啊！啊，你佫也无可能讲，采一个牌啊，伫遐人客问一个问题，你就甲记第3答案伫遮，佫一个人客过来问，你甲记第5，你无可能安尼做啊！所以这是服务业甲迄个啥，日常生活拄着的无共款的所在啊！一而再，再而三，就是一再安怎嘛，所以。当然，爱台语有人讲一摆搁一摆，这是一个讲法。
然后一直哦，直直问，一摆搁一摆，一遍搁一遍。伊这种是无共的人嘛，啊，当然伊有一个较文雅啥，连番再出，好啊，所以就讲就是这个妇女吼，伊拢真敢用英语含雅性开讲，而且佫有一寡问题是一摆搁一摆一直在重复问。小姐几岁？我姓区，大名雅是，你佫是学生哦？几年级啊？6年级。6年级哦，啊，你伫倒一间大学读册？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就是拢一直拢回答这。东京女子医科大学哦，啊，你女子，你做囡仔读医生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当时要毕业，今年都要毕业啊，今年都要毕业啊，啊，赞啊赞啊，区小姐哦，我真正为你就感觉足骄傲诶，啊，就是伊才写来几句，1、2、3、4、5组。啊，毋过即5组可能是50个人问过，就是我拄仔讲诶嘛。若如果即5组骗到1、2、3、4、5，有人问1、3、5，有人问1、2、3、4，有人问2、3、4、5，就是一再问就对啊。这其实就是我著讲，伫咧外国语言诶时阵，不了好用诶，就是你甲一寡基本问题传起来，啊，人问你诶时阵，你著知影通回答。啊，就一直 repeat，一直重复，一直讲嘛。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一定讲啊哩啦啦，讲甲假字，讲甲客。啊，我第5届、第10届了，你就愈讲愈顺啊。啊，当然伊就讲啊，我今年听着看到，啊，你若感觉亚线啊吼，你换一个所在，等我定来一届。想中央啊。啊，就类似安尼吼，讲雅是真歹势咧回答，啊，就点头。欠身答谢哦，人家讲我为你感觉真骄傲啊呢，所以这个点头欠身答谢是安那，点头啊腰来回礼，这个欠身我是感觉，可能真正我就讲我这个外国人，我实在是查无迄个中文的语境到底是安怎，欠身，台话是讲探心。张龙教授是讲研究这个事，所以有当阵啊，中文的语境甲台语的语境，伊就是有，至少我无法度随知影。小可徛起来，身躯躺一个，小可徛起来，小可徛是就是稍微有点弯腰，吼，对。伊就讲雅信歹势咧回答，伊人家讲啊，区小姐，我真正为你感觉骄傲，吼哦，因为这是敢若1920年代嘛，因咧办迄个什么世界主力大会嘛，啊，伊佫是6年的医学生嘛，所以等于是敢若20几岁嘛，所以区雅信是1899年出世，所以20几岁是1920年代，可能23要不啊，可能25的款吧，23、24去大学，因为敢若18岁几岁去读医科大学嘛，啊6年啊，就是经过6年啊，可能1923、24左右啊，所以1920年代时阵，莫讲1920年代啦，准讲1950年代，查囡仔要读医科的人数都无多啊，搁较迄个时阵，所以外国人一直看到、听到，就这宗教上的人士来到遮，你讲啥？因去参加就是有牧师、有宣教师，啊，牧师可能无查某的，不过宣教师有嘛，吼，还是教友，搁较免讲，一定有富人人的教友嘛，就听着看，哇，真正了不起啊！你甲学了啊你，啊，你讲啊，歹势咧回答，就点头，搁小可压腰来甲答礼，吼，真的，区小姐，我真正为你感觉骄傲，特别是你的英语搁讲甲遮尔好，遮尔流利，哦，你的英语是甲倒一位老师学的啦？主要是伫咧台湾一个教会学校，和一位加拿大去的宣教师学的啦。伊的名做金姑娘。金姑娘，那会敢若捌伫倒位听到过啊呢？迄个女宾客身躯边的查甫宾客伫咧洗目镜，咧甲吹，伊只好依然是缩底即个真有兴趣的对话，含雅信点头回礼，最后就讲：区小姐，真欢喜看到你，连咪再相见。
过火再见，伊咧甲伊算做交代吧，所以可能连咪个会拄着，啊，所以才讲，连咪这个见面，这个，好似拄会着啊。对，这个主席就是讲，迄个啥，我伫学法语的时阵，伊是讲一个啥阿扁度是讲会真紧就个见面啦，伊基本上只是讲，伊中文是啥？过会儿再见吧，好。可能讲，过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见面，是安怎我唔知影。吼，讲可能中文讲，即摆是拢讲待会儿见吧。啊，英语可能是嘛 ，see you later 哟。用迄个啊，用就再联络安尼啊。毋过因即摆毋是联络，因即摆也是迄搭遐帮虽然今仔日头家见面还是念咪，还是明仔载，还是过讲，佫拄会着啊。啊，即个拄着时阵，无一定是联络啊。联络是讲我要敲电话是写批互你，毋才是联络。啊，毋过伊才讲过会儿再见吧，有可能就是即摆中文拢讲待会儿见嘛。啊，无就是，啊是若要用台语的语境，应该是讲来去啦，就是只讲来去啦。对无？苦小姐，真欢喜看到你来去哦。啊，来去就是，我要离开现主时，咱伫讲话即个场所，即个来去。但是来去就只有讲说明讲要先离开，但是无讲会阁见面啊呢？对啊，再联络我有疑问啦，因为再联络，敢若我会感觉毋是，我所明白毋是。那是就是讲，再会是啥物？就敲电话联络，还是讲遐意思？就是讲，敢若就是有好白讲会阁见面的意思啦。哦，就是讲明日再相见啊呢？对，嘛有涵盖这个节目，就一定是讲遮尔遮硬，就讲一定爱啥物敲电话联络，是。但是伊有铺，伊就是伫遮有咱。我是讲我感觉，就是符合遮，因为我常常咧想，我捌听过印象中的就是早所听过因的用法，甲实际的结果是啥呢？我是安尼感觉，我毋知对毋对啊，这是我疑问。是无问题，反正就是我有想到是讲，有一个是讲，则佫讲，就讲伊则讲。过会儿再见，好啊，然后这是迄个宾客嘛，吼，就讲最后就是甲这当做是咱两个谈遮讲话的最后一组的对话。头前就问来问去问一大堆嘛，啊，甲学了，爱甲答是啊，感谢。最后空啊是就回来讲，真欢喜看到你，吼，爱讲我写过会儿见，所以就讲。若要安尼讲，我想到就是咱台语可能会讲，则佫讲，还是则佫开讲，还是则佫来，还是安怎？就讲看迄个语境啊，迄个瞬间，因为我都来讲来去的原因是讲，可能到遮咱即个对话会使做一个结束啦。啊，明日会拄着袂？无一定，看嘛无要紧，反正就是，我感觉，厝边隔壁啊，还是讲朋友相找。有可能拢会使甲来去当做一个，就敢若日语会讲什么马达，还是第二马达，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英语嘛讲 see you， 还是什么 see you later 啥，就看迄个情景嘛。伊即搭遮我会感觉因应该是讲 see you later 啦，就讲连伊则佫见面，还是安怎？因为听起来看起来，伊即个伫咧做交代，吼，就讲即2礼拜打开始嘛，啊。遮个人客拢打来，啊，佮拄着遮个讲英语的，就感觉真稀罕，啊嘛真欢喜。因为去到日本，莫讲1920年来日本啊，准讲现主是日本2026年的日本吼，有才调英语讲甲遐尼好的人口数，可能也无遐尼侪，因为日本人敢若无遐尼侪介意甲别人计较，就讲可能较避暑还是安怎啊，所以遮外国人迄个时阵去到遐，紧会使拄着。
英语讲啊遮尔老，就真欢喜安尼，加讲几句啊，就问落去安尼，啊，然后最后就是讲，我即摆一直也未掠着讲，因即个对话煞了，上尾句爱安怎来讲会较好势？过火箭，吼啊，迄个人其实讲过火再见吧，那是就甲伊回答讲过火箭，我伫伊英语，我英语的语感是 see you later 啦，还是 see you 拢 OK。台语中文可能讲待会儿见嘛，啊台语唔知也是无好，不管是安尼。每一工主日拢伫迄个双方甲真水的保养剧场开会，啊开会进前的1点钟是雅信因上无闲的时阵，一旦甲宾客带去到因应该坐的位，因就赢来。但是开会期间佫袂当离开，所以雅信就伫咧剧场内底找一个空位，坐来参加因的会议和节目。拄开始的几工，大概拢是各地的牧师上台报告各地主日发展的状况和将来的展望。讲话的外国人也有，日本人也有，为着要互在座的外国人和日本人拢了解讲话的内容。大家的外国人用英语讲的时阵，就一位日本牧师甲英语翻译做，就一位日本牧师甲英语翻译做日语。便若有逐摆日本人用日语讲的时阵，就一位外国牧师用甲日语翻译做英语。这个报告的内容，因为头一摆听到，真侪地号名又阁无熟悉。所以雅信也无啥物印象，听就袂记一啦。但是几工的报告了后，开始有人上台去讲道，这个时阵雅信就较有兴趣，也认真亲耳恭听哦，就是斟酌听，还是认真亲耳恭听起来的，起来的。所以应该是讲啦，雅信就较有兴趣。就耳仔叫我长斟酌听起来，斟酌甲听落去。有一天，一个按苏吉兰的老牧师伫咧讲道，题目是啥物叫做爱？这个牧师有80岁，头毛白苍苍，皮肤是白发如银，皮肤红润。所以其实这8字，那照台语讲，大概就是红姑赤字吧。若要搁解释就是。老翁老身迄个真勇健嘛，所以，这位牧师有80岁，头毛是白苍苍，红姑赤字，有得到新学博士的学位，所以穿一束红公公的圣袍，伊讲鲜红的圣袍嘛，因为伊迄红色，敢袂讲红公公，还是红拍拍？可能红拍拍吧，我感觉，反正讲鲜红色嘛，吼，两个黑白条，伊讲2只黑白条纹的袖子，因的手是黑白条纹哦，所以是黑白条纹。除了教字读黑白条纹，是要讲那花条尾安尼，斑马嘛，花条尾啊，我无确定的是伊迄个黑白条纹是直的还是橫的，我唔知，因为我无看过啦，歹勢，所以可能我甲伊講花蛇的手白色的阿瑪尼亞，伊講白色封口的圓領，伊迄個圓領可能無咱一般迄種，我的理解可能是無參照一般迄種阿瑪尼亞曉，因為阿媽棍迄個領敢有2種，一種就是有一個耳仔大耳會捅出來。一个就直接箍伫咧颔仔棍遐，我看伊即个写白色封口的原理，应该是敢若箍伫颔棍遐，无参像讲，佫会使夹一个啥物货迄块安尼，我毋知影吼。白色诶阿玛尼亚，较只偏派一条紫红色的三角巾，背后挂一条紫红色的三角巾，应该是派的吼。伊的形机智优雅。一下娴雅的，口齿清晰哈，
机智真优雅，讲话也阁诚清楚，讲一段，互雅是听好记规世人拢袂甲放袂记一个道理。较早耶稣所讲的爱你的厝边头尾，伊确实是咧讲你的厝边头尾，还是你的，伊讲邻居或隔壁的人，应该就是讲厝边头尾人。如今世界已经变甲遮尔衰啦，爱护你的厝边头尾，已经毋是干那咧讲恁兜厝边隔壁的人，也毋是伫咧讲含你共城市的人，更加毋是咧讲含你共国的人，是咧讲整个世界的人。哦，这个爱你的厝边这个感觉呢，哦，整个剧场是恬静无声，大家开拢紧的，真足听，连一支针落伫涂骹默默的事，敢若会听到。啊，那迄位老大人，迄个慈祥的老大人，老牧师说不慌不忙，不慌不忙是安那，真优雅，还是凉细啊凉细，等个凉细啊凉细，个敢若淡薄啊无遐迄个啥，无遐正式安尼，不慌不忙。伊是讲，老牧师却不慌不忙地饮一口桌上的一杯透明的清水，哦，那啉一杯仔水，咪讲一困啊嘛吼。所以看豆豆啊，哦，可能是一个运啊时，运啊时无惊无吓，豆豆啊时无惊无乱。有当时遐中文词对台语词对我来讲无迄个记忆的点，所以就是变成一直咧查，最后查过就是袂记起。看是文聊啊是文啊是，大概可能是遮语境，所以迄个慈祥的老牧师就看啊是啉一杯啊倒顶迄杯透明杯啊底的清茶，看啊，甲规场的人拢扫过一遍了，才阁继续讲。大家拢知影政治和人道毋是平行的，政治伊讲啥？不是并行，这个并行，伊只要表达的，敢是讲，这个瞬间我就知影迄个意思，要毋过我抓袂出来讲，咱的台语会安怎讲？因为我先安尼讲啦吼，大家拢知影政治和人道毋是同齐行的。政治是有选择性，啊，若人道是无选择性。当政治想要救援一个人的时阵，伊就爱先问对方是啥。但是人道从来也袂去问讲对方是啥，或者是较古典的讲法会讲迄个啥谁啦，对无？对方是谁？啊，咧讲到台语的时阵，有诶就直接讲对方是谁，伊就是甲迄个谁这个音。我无确定谁这个音是算文音啊，什么音？因为伫咧歌戏还是布袋戏内底，有当中嘛出现这种什么谁这个音会造出来安尼。所以平行这个，因为即啥 Marino 是讲 side by side go side by side 同齐行嘛，啊毋过。Go abreast of, keep pace with, in parallel, 就是迄个可能降落伞迄个 parachute 迄个 parallel 嘛吼 ，walk abreast， 所以伊遮来讲政治和人道毋是，我就甲伊翻做同齐行啦。迄个同齐行就是讲，倒边这进一步，加两步，正边这嘛爱对咧进一步两步安尼，因为袂使。倒边就一直吹，啊正边拢停伫遐无顶无动。要毋过你讲就是讲，政治和人道敢若就是真正差不多是个人行个人的，对，一个是爱问对方是啥，一个要问对方是啥。吼，人道是全然的关心，是无分别的爱。有人伫咧渡水的时阵，你袂当假做无
看的，嘛免问讲你是谁，你只要点点甲手伸过去，甲水里迄个人扭上花，这就是人道啊，也就是爱。无分性别，无分年龄，无分地域，无分地域，无分种族，就敢若空气相款无所不在，就敢若日头光相款，不时就互温暖，无时不暖。整个剧场扑克声吹落，伊讲风声雷动，这一定是拍扑克嘛？这是风声雷动，咱知影是拍扑克的时阵，是要当然使直接讲拍扑克，按过若准讲，敢有啥物其他的讲法？对，整个剧场扑克声吹袂停，可能你好。规千支手扑克拍甲袂输那野咧飞，煞无动于衷哦，完全无准文，也是当然你讲不为所动，无动于衷，无动于衷。进前我就讲这事应该讲过进前可能嘛捌查过，就是无迄个记忆点吼，对，记袂了。无动于衷，无准文，不动于衷，这是拢 Mary 咯。准文对，无准文对啊。台湾嘛有讲无准文，无信道，无信道还是另外一个讲法吧。信道，你这属印象中应该可能蛮差，至少只能甲以上。无准文对，一点仔就无准文对吼。迄个牧师就徛伫遐拢无准文对，敢若真温顺，向大家小可邀鞠躬，就慢慢仔行来台仔骹。大会最后一天的节目是千人大合唱，这是要读千人啊千人好，我嘛无确定，因就是1000个人做伙合唱嘛，是由世界各地来的圣诗合唱团临时组成的。这合唱团来东京进前，已经伫因的本国，甲要唱的歌曲拢练得好势。临时则阁由一个总指挥来指挥，伫帝国剧场的大舞台联合演唱。这一天，来宾拢真兴奋，相当兴奋。兴奋敢袂使安尼讲，照理他应该是 OK 啦，也是欢喜乐听。好，这一天来宾拢真欢喜啊乐听，雅信也含来宾客伫咧头前排空出来位顶悬，听即个真雄壮浩大，1000个呢，迄个舞台偌大个啊，迄个舞台偌大个叫做1000个，我是毋知迄个啥东京的宝冢剧场、宝冢剧场是偌大，我毋知影。敢是讲伊之前敢捌去看电影来看，敢若会使到3、4楼还是啥物货？所以雄壮，1000个人呢，雄壮，只用雄壮。Marino 甲 Amber 拢讲一只雄壮，张龙教授。若咧讲壮观是讲建筑物，还是海景风景嘛？啊，即马是讲一群人1000个，是啊，1000个。错。那无记，就会。气势真强。所以，这嘛毋是气势咧，浩大当一定遮大阵的。那是也含来宾客伫咧头前排空出来位，听这1000人合唱团的大场面，
雄壮浩大吼。迄个总指挥是外国人，30岁左右啊。一头潇洒的卷发，音乐家的指挥家拢有一个，就讲伊袂是老西装头啦，就讲潇洒的卷发，飘撇的光头 Q 毛吼，飘撇的 Q 毛，高凸的鼻子，圆圆的鼻，因为外国人迄鼻鳞拢较尖嘛，所以尖尖的鼻挂一副无孔的目镜。穿一束燕尾服，因为当然是正式服装嘛，中文甲伊翻译做迄个啥教业外形去翻译嘛，就敢若鹰尾，毋过伊话燕尾服，男用的晚礼服。燕尾服，所以就是看伊迄个外形去讲嘛。当然，打一开始头一摆出现的时阵，可能照你讲无问题。而且伊嘛讲即啥，男士查甫穿的正式的礼服，叫做燕尾服嘛。未来若有正式的咧，因为即个嘛是照迄个形去翻译嘛。张龙教授是写燕尾服，伊用米的。伊那是米这个音啊。台湾线顶历史顶是讲燕尾服，当然迄个尾有人是马嘛，马溜，有人是讲马溜，有人是讲马溜嘛。张龙教授顶咧用米这个音的，我无确定。好啦，燕尾服，白色的靴子有夹一个红色的揪揪，伊写蝴蝶结嘛，我袂记，我看卖蝴蝶结，台语，因为阮主持人都是讲迄个做揪揪安尼，好袂啊？有啥物其他感觉无共款的讲法？对，伊这一款对白色的靴子顶管有夹一个红色的揪揪，当然敢有其他的色。较罕咧看啊，大部分拢是红色较侪。爱台语有人讲野角，嘛有人讲揪揪，而且揪揪，这揪揪哪来我嘛唔知影啦，反正主持人拢安尼讲的啊，揪揪，夹一个红色的揪揪，动作真敏捷个有力，确实是一百天生音乐家的模样。喺台仔顶20排的合唱员，处处拥有20排的合唱员，甲规个大舞台客甲袂得通而通。蕊棒，因为迄是蕊棒，就是一个夹的什么大吼。应该是安尼讲，可能 A 定定啦吼 ，A 定定甲遮尔大的舞台嘛，客甲袂得通而通。迄个面容啊，各式各样都有，各式各样都有啦。只是身躯顶拢穿，只是身躯顶所穿的拢是纯白色的信袍。台仔骹的正中有一团日本人的管弦乐队，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而且长笛甲短笛，我会记是要安怎讲？乌达拉甲拼仔晓是毋是？因为当然中文的翻译是甲伊迄个啥，照伊的外观的相对嘛，对无？长笛就较长啊，短笛就较短啊。所以我会记得台语有一个是乌达拉，迄个乌达拉其实我毋知倒一个是乌达拉，我敢知影有乌达拉即种乐器啊。拼啊，当然爱台语有人甲伊讲洋拼啊，张龙教授
修一个术。所以，若准讲即台车伊讲长笛短笛，我头一步就甲伊一个讲乌达啦，一个讲拼啊。因为我毋知倒一种是倒一种，甚至即两个是毋是共一种，我嘛毋知影，嘛毋是无可能共一种，我毋知影，我真正毋知影。伊迄个乐器有够侪种的。葫芦豆、拼啊，就葫芦豆是，张龙教授是甲伊讲葫芦豆，伊迄个葫芦豆我会记是 FLUTO 嘛，迄嘛敢若一个种什么拉丁文还是啥物货吼，葫芦豆。啊，然后伊讲，伊后壁写一个拼啊，头前佫甲伊写一个长字，即字安尼，所以表示有可能中文内底会有长笛、短笛咯。所以呢，我来找短笛，应该会使找到另外一个乐器的名咯。哦，鼻啊，所以达拉是短，啊拼啊是长的。台华锁定历史顶是有人安尼讲，要多鼻啊，鼻啊一般咱即马讲的拢是迄种的啊，哨子啊，对吧？分鼻啊，所以若要安尼讲，鼻啊达拉甲拼啊是长的，达拉是短的。好，安尼暂时安尼，先安尼来理解。好，长的是拼啊吼，低音大提琴、拼啊达拉，吼啊是讲双簧管、单簧管，这真正是家己。所以头一步就是直接读伊的汉字，甲读到台语转过安尼，我看有影。这我真正毋知影。单簧管，当然，所以乌达拉是单簧管哦，乌达拉是单簧管。按你甲你来讲的长的短这，伊教部字书顶，伊甲乌达拉对应的中文是单簧管、黑管、竖笛。这真正是迄个啥？一般的人袂去拄着看到的，真正是无度。张龙教授修的这个单簧管，单簧管，伊是写达拉还是乌达拉？伊拢是讲，所以这是啥？讲乐器还是管乐器？伊迄个英文是 orchestra 哟，我袂记得。所以，可比讲，阮左边有一个什么口簧笛，啊，佮有什么一个是什么鼻用片啊，按片啊，甲空气塞出来，发动迄个音乐的迄个。所以双簧管爱台语有人嘛是爱用乌达拉，啊个乌光呐啊乌光呐。张龙教授想一个，所以遮尔侪种乐器，当然以我所知，就是伊有分，可要讲什么弦啊迄个啥，就讲发声的位置，还是部位，还是啥无共，全有无共的名称嘛，对无？我会记得足几早伫学三字经的时阵，内底就讲什么丝竹什么会晓，我袂记得。就有诶是靠迄个哭的嘛，哭出声音嘛，啊无就扭迄个弦啊嘛，摩擦发出声音嘛，啊一个是用分的嘛，因为空气小冲突产生的共鸣嘛，就讲迄个发出声音的方式无共款嘛，啊就讲什么丝竹什么嘿，三字经内底有，我袂记得。双簧管。
，OBO，双簧管是 OBO， 对，我想到 OBO， 所以双簧管是 OBO， 然后伊讲的单簧管甲迄个短笛是属于达拉，只是可能达拉甲欧达拉的前差，所以长笛、短笛、双簧管、单簧管，所以双簧管是 OBO， 单簧管是达拉，个法国号角，这乐器真係多條。當然，目前伊叫做法國號角這個部分，我會記得較早喺學校拄到的是，伊剛剛直接解講法國號啦。我較早喺學校看到學校的樂隊的時陣，所以無法國號角，法國號咧，法國號是啥？白孔啊六把，無法國號，愛台語是兩種講法。白孔啊喇叭，白孔啊，白物件的白哦。定音鼓，這表演這個鼓是因為皮有一個音箱嘛，降落去的時陣，迄個皮甲內底的空氣會有共鳴嘛。安尼發出聲音嘛，對無？鼓的部分，台灣遮當然有迄個啥，有迄個傳統上嘛是，可比講佇廟寺內底，會知啊口鐘啊，要阿嬤是擂鼓嘛，對，口鐘擂鼓嘛，甚至鐘和鼓囥的位置是固定的啊。定音鼓啊？為什麼伊的 Marino 竟然把這兩個囥做伙？定音鼓跟下午茶會，這是什麼會？Kettle drum， 所以伊是不是原生的意義啊？伊是原生的意義哦。定音鼓甲下午茶會是同一個詞，這是 kettle drum， 哎呀，伊甲 kettle drum KETTLE DRUM kettle drum， 甲伊有互伊兩個中文的意思。台語的意思是啥？定音鼓甲下晡時的茶會，下午茶，奇怪，真的 kettle drum 有這麼多意思，而且佫差甲這麼多。佫啥？繞拔台語就是迄個啥？南管北管內底，我袂記倒一個內底嘛有這種樂器啊，伊就是啥物迄啥三角器，淡仔擴的聲音嘛，迄屬於金屬的嘛，所以擴落去就是會有聲音嘛。琴嘛，也是拿撥、叉號、鏟彈，所以拿撥啦 ，cymbal cymbal 拿撥。敲撥，人拿撥，對吧？迄個較早佇學校音樂課嘛是學一個什麼左手，什麼拿什麼碗刀倒手提，正手提啥？迄個拿撥，琴嘛，琴人流。引前人流，所以有一個人流，迄個共款迄種的，所以是琴嘛，拿撥，琴嘛，切啊，拿撥，所以人流拿撥，所以就是迄無共的樂器吼。這麼多樂器是攏免講的哈。故不必說吼，
为着要唱圣乐，佫特别去搬来一只大风琴，通补无较长管风琴的缺陷。节目开始的时阵，由各团唱一寡各式各样的赞美诗、圣诗之类的，由台卡的管弦乐队来伴奏。等这的底曲过一个段落，就由所有的团联合起来唱巴的马太受难曲、海顿的创世弥撒曲。等在最后的两个长曲唱完，团员小可休困一下。这个期间，各几排团员重新安排徛的位置，有一个女高音、一个男高音和一个男低音，按队伍中徛出来，徛伫咧总指挥边仔的麦克头前，大家就知影这是Handler，大家拢知影这是 Handler 出名的弥赛啊，就要开始啊。所以无形当中，规场就恬静落来，袂输连每一个人的呼吸也拢停起来。这个弥赛啊分做3部，歌词拢是按圣经内底拆出来，内容讲的是耶稣一生的故事，歌词大多数拢是重复搁重复，因为曲调变化万千，又搁有管弦乐来伴奏，也袂感觉单调，敢若感觉到伊的美丽，不觉单调，只觉其美。这当然，迄个单调可能会使讲无聊啊，是不是？我理解吼。弥赛亚头一部是温和柔和，徐缓柔和。我是可能捌听到过，毋过毋是真有印象啦。因为这种，尤其是属于啥信息的部分，有当初伫即久之前，我有买一套迄种什么古典乐的演奏的是啥？我袂记得，反正也是伫网络顶我捌听到过，无确定袂记得。就讲第一部真柔和，又搁缓慢哦，徐缓柔和。因为这应该是打一开始，当然也较用这种方式。当然，可比讲什么18、12吼，18、12 Overture， 迄个是毋是一开始大声我袂记得啦。所以徐缓柔和。要安尼讲咧，因即个词我是感觉中文根本安尼修。当然柔和可能什么 tender 啊，是类似即个概念嘛。伊开始我记就是慢慢来嘛吼，由男高音来领唱，以下就由男低音、女高音和合唱队轮流唱出来。弥赛亚第2部曲一开始就渐凉要出，风雨欲来。潜龙欲出，风雨欲来的气势，可能才开始咧累积迄个声音嘛吼。头先由一队合唱队用神秘的歌声唱，看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的罪，然后换另外一队合唱队用宗教的歌声唱，阮袂输是一群迷失的羊，各自行家己的路，但是。阮一切的过错，上主拢叫伊替阮承担，上主都是他替我们承担。伊即个他伫遮佫无用，迄个啥？我个人猜想，伊即个他应该是咧讲耶稣吧？伊佫用一般的迄个徛人边的他，我会记得伫圣经内底，伊迄个他。若咧讲耶稣的时阵，敢拢会改做迄个神的迄个字，我毋知即个啥物原因无改，我毋知影。刷落来迄个男低音，沉重肃穆，伊咧写的遮的迄个啥，真紧，我头壳内底是有类似的声音。当然，我头壳内底遐个类似的声音，无一定是。真正对照即个弥赛亚即个曲啦，因为就讲曾经捌听到过的迄个古典乐的迄个啥，画面的时阵，无一定是一个，总是就是过去捌听到过啦。
就讲有一寡固定感会散，啊，只是歹势，我毋是真好欣赏，只是感觉着可能有一寡声变假啊吼，慢慢唱，啊唱啥当然我是毋知影啦，伊即马看即个会有即种感觉安尼，刷来就是男低音真沉重，又搁庄严的声音来唱出列国为怎样啊无中文的为什么即个词伫台语内底讲较正版的爱甲伊用是安怎即三字来讲，毋过台语中语互相影响了，不了侪台语就怎拢去互华语牵去啊，吼，所以列国是安怎要叛乱，妄图叛乱，因为这应该就是伊讲的嘛，迄是圣经内底的字词嘛。啊，当然圣经内底的字词，理论上应该嘛有台语的内容啊，只是唐王白先生伊伫写的时阵，伊就甲伊写做中文，啊写做中文，照理讲应该就是爱去抄中文的圣经嘛。我毋知伊有抄无抄，我毋知影。啊，我即马甲读到台语，理论上伊应该就是爱有对照的台语，只是真歹势，我捌看过，所以就干来使照迄个字去读。啊，照迄个字去读，佫袂使黑白共减字。张王教授讲，妄图是啥？妄想要创啥？吼，列国啊，是安怎妄想要叛乱啊？万民为是安怎要做虚空的七话？因为王侯哪芳青瓦来蜂拥而至嘛吼，因为执政者做伙伫咧周庙，要攻击上主和伊所选的君王。这边唱完，迄个男高音就用悲壮的声音继续唱。上主按天顶的宝座发笑，伊迄个发笑就是咧笑啦吼，啊，毋过伫咧笑即个，比如讲用台语的语境，就是点点啊看，啊看地上地遮人类点啊咧。可能也袂到为非三者，啊，毋过伊坐咧顶悬就是笑起来嘛，是讲笑咧因啊，是安怎毋知影吼。上主按天顶的宝座咧笑，讥笑这些人，迄个讥笑，用迄个字，伫中文我嘛毋捌看着过，还是安怎？就讲迄个字我个，你看。讥讽的讥啊，笑是言字边，言字旁，啼笑不，对，啼笑笑改做言字旁，是消息的消，甲水字旁改做言字旁安尼啊吼，啊，这是这个是属于考试还是什么回哦？啊，犬儒主义那边犬儒主义啊 ，Mary 都突然一个犬儒主义这类。后尾咧讲考试，讲话爱考试。台湾锁定律师就是讲酸、考下，教保律所以讲考下。张龙教授，因为这个字一看是知影，就是可比讲的。我想到英语词是什么sarcasm哦，什么讽刺，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敢若。搁要解说落去，就是表面上敢若你甲你学了，啊，毋过实际上是咧甲伊踢笑考试安尼。所以张龙教授即个讥笑有三四种写法，然后是笑、屁笑、屁体，屁塌。所以甲迄个撒开迄种讽刺是无相款的，甲哭嘛无相款的。啊，毋过伊考试考下，伊即马用的即个讥笑是屁笑甲屁体，好，怀dit男高音用悲壮的声音咧唱，上主按天顶的宝座
伫咧笑，伊骗迄遮个人的愚妄愚蠢，愚蠢是中文咧讲戆，抑毋过痴呆、空壳，因为讲空壳、愚蠢、愚懦、愚蠢，就是愚，只有愚嘛，也是叛 ，foolish 叛，颓，笨桶，遐尼戆，戆人，颓。糊涂，当然，我著讲，若准讲，对照去迄个圣经的内容，应该是爱有迄个台语圣经的内容来安怎讲，来对照啦。啊，这是歹势，我毋是教友，我嘛无去现着迄个圣经嘛吼。前一阵仔是有看到人分享，看小说内底伊去引述着诗篇23篇嘛啊。看我是若母啊，叫伊坐阵的时阵，爱记甲迄诗篇23篇摕出来读念啥有诶无诶。啊，顶2礼拜吼，是顶个日，有人伫咧网络顶悬嘛分享嘛。啊，毋过就讲啊，你要读英语诗，准讲是圣经，你会去摕英语诶圣经来读嘛。你若要甲读做日语诶，你会去摕日文诶圣经摕来读嘛。啊，毋过你想要甲读到台语诶圣经，你太摕中文诶圣经叫人家读到台语啊。我就讲遐个人到底是咧创啥，所以变成讲，伫咱遮有一寡人，伊对即种语言的认捌，也有进步的空间嘛。啊，当然，伫小说内底，伊是安一句一句甲伊定入来尔嘛，伊无去真正对照迄个圣经的文字就对啊。所以即个愚蠢、愚蠢吼，松动气。松动气，松当气，唔知影松当气，这是啥个？台湾线定义字典，所以所以可能看唔看，也是那酷，啊个好呆，愚戆，戆甲袂上。我看卖张龙教授这个。因为我旧年准年有一个台湾人，伊含2个外国人合写一本环境教育的册，用英语写，啊伊内底嘛有去引述着佛经内底，敢若是什么经啊？密道经啊，什么经？伊内底就是讲什么七什么八宝池。啊，佮七什么会，就是咧讲西方极乐世界一个情景就对啊。啊，伊当然翻做英文的时阵，就是照迄个实际语境去翻译嘛。啊，毋过若要甲伊翻做中文的时阵，理论上是爱去抄迄个佛经内底的文字啦。啊，当然目前迄本册是英文版，所以伊无用中文的。我想，若准讲要甲伊翻译做台文的时阵，是毋是就是爱甲迄个佛经顶悬的字，甲引述出来。愚蠢是颓、好呆、温吞，叫温吞，用温吞。张龙教授是无去甲温吞的汉字是啥，伊直接用罗马字，所以就讲伫咧抄写遮个人的温吞，忽然间换做有迂缓哦，慢慢啊，个颤抖，迂缓而颤抖。就讲应该就是讲这男高音咧唱嘛吼，迂缓是慢嘛，啊颤抖是咧喘，就换做慢咧喘的声音继续唱。你要用铁腕甲伊统治，铁腕当然是迄个啥，字面是讲
迄个啥手巧还是迄个所在嘛吼，所以台华线顶历史顶是只读 T1， 张龙教授的，张龙教授。铁腕，手段真强，真强的手段，真强的控制。所以，伫即搭车，可能就是讲，你爱用强烈的手段来甲因统治，你爱甲因粉碎，亲像甲鸦片粉碎同款。歌声唱到这就雄雄停下来。整个舞台就呈现片刻奇怪的静谧，怪异诡谲的静默。整个舞台呈现出真奇怪的点睛，大家拢意识到，规部比赛啊当中，上迷人、上美丽、上高调、佮澎湃的哈利路亚，就要用排山倒海的气势。拼出来，倾泻而出，所以每一个听众也照惯例，学200年前的英国国王 George 二世，自动按座位徛起来，而且按哈利路亚的第个管弦乐的音符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人声的座位听，就开始唱啊！哦，这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安尼唱几啊？1、2、3、4、5、6、7、8、9、10、11。小说内底伫遮呢，啥？当然，伊可能照迄个啥音符长杂的所在，比方头前两个是哈利路亚2解，然后哈利路亚2解了，哈利路亚，佮中复安尼的。这5句佮中复一解，好，然后就讲，因为咱全能的主做王啊，我无确定伊的台语圣经会翻译做咱还是阮，我毋知影，因为对台语来讲，阮甲咱就真差嘛。啊，当然，我的理解是，因若准讲要甲所有的人类拢箍起来。应该会讲咱全能的主嘛，就是咱所有人类嘛。啊，若准讲伊干那要甲有信即个教的人箍做伙，还未信教，暂时无爱箍，安尼可能伊就会讲，阮全能的主做王，这我毋知影。啊，毋过我理解应该是咱，我无确定吼，反正吼，然后佮重复哈利路亚，甲咱全能的主做王。继续唱，世上的国称做主和基督的国，伊要做王，一直到永世无穷，永世无穷嘛吼，应该是无穷吧，是不是？因为当初迄个穷字，就是讲，敢若有迄个啥，穷甲穷的音效，当然。照你讲，无强，因背受无强，无强真，无强真，所以可能会使用无强的音，无强，所以强，伊是用强这个音的，好啦，无强，吼，伊要做王，一直到永世无强。然后就会唱万王之王，一直唱哈利路亚，这个唱不了久嘞，吼，万王之王，一直安尼几学。伫小说内底因为我2夜半，将近3夜，啊哈利路亚当然，哈利路亚是迄捌来文条，啥我袂记着，我毋知影。总是总讲我毋是教友嘛是，嘛听过几落解。听完最后迄个长的哈利路亚，这深情的哈利路亚才规曲结束，听众也感觉到一阵的轻松松弛。因为头前咧唱的时阵，我印象中伊迄个啥，
规个气氛拢足，怎样讲？你讲紧张嘛，毋是紧张啊，伊就是敢若规敢若病伫遐，啊，所以病伫遐诶时阵，即摆唱大，当然就较放灵啊嘛，啊，较放灵了后，伊中文讲松弛，迄个 Marino 收一个喙会倒水落来，哦啊，下海松弛，当然灵啦吼，灵好好，灵桑，落灵，桑灵，当然松弛哦，松弛。这应该是咧讲伊诶气氛啦，就讲，拄则伊嘛几分钟，所有拢徛起来嘛，对无？大家顶1,000个人咧唱，啊，大家卡这毋知偌济人，头前戏我3-4千个，我毋知偌济。哇，等于有可能5,000个，毋知几千个，安尼规个唱落去到底，迄可能真正迄个气氛就是会足哪，规个病伫遐迄个感觉啊，所以唱煞了后，当然松了一口气，松水。绿色，喜气，绿色，灵气，所以讲绿色哦，就一阵的，所以应该讲听众也感觉一阵的绿色，这七零八落地坐回座位，所以七零八落3岁哟，还是陆陆续续708落，708落，这个嘛捌查过，哩啦，细算算，好啦，可能细算算，伊这事有敢若捌查过，就是讲无迄个记忆个点吼，一个看到708落就会中落沙龙，安尼讲708落，线下边哩啦，所以应该是细线啦，细算算，可能是细算算，啊，过坐落去安尼。才3岁坐落去，听众也感觉到一阵的绿色，才细算算坐长的位，继续听弥赛亚第3部。这第3部就已经无亲像哈利路亚遐尼高峰峻迪。我讲这个中文真正是用到少，敢若正文港呢，这我真正用到无多。无亲像哈利路亚遐尼。高山顶塔是袂输那落山行，哪行哪弯河哪给渐行渐缓渐低，就是啥哪哪给款吧。啊，气氛愈来愈冷，还是愈温和。有完是有合唱团含迄几个独唱的歌手轮流咧唱。哩啦啦，对啊，细算算吼，最后才用全体团员宏伟高亢，真大声，阁真悬调哟，高音。因为宏伟高亢，当然高亢是声音，宏伟一般直接的意思是具体的建筑物、山势嘛，啊，毋过才咧讲因的声音嘛，吼。最后才由全体团员。真悬调的声音一声阿门，正做宣布弥赛亚的结束。千人大合唱的最后一支曲是贝多芬的第9号交响曲当中的快乐颂。我会记这快乐颂伊是毋是？伊迄是敢若迄个啥？西班牙文不拉丁文嘛吼，啊，所以当然快乐颂照字读快乐颂，按过你是敢若
怪怪。啊，若爽这里，我会记爽这里，当然就是啊，歌颂爽啊爽。爽这里若是台语，当然是我会记是 SONG 爽咧。啊，无是歌颂，颂伊是颂哦，歌颂赞颂，好快乐颂。好，这个快乐颂歌曲用的是贝多芬原底快乐颂主旋律，但是为着要方便伫咧教堂合唱来用，就将原底的德国诗人希勒的德文诗由一位叫做 Edward Hughes 的19世纪英国牧师所改编做英文的快乐颂。这个 Google 应该是有吧，对吧？当然，诗句甲乐器应该是无共来听很好啊吧？看下啊，还有什么贝多芬 Ode to Joy 啦 ，Ode to Joy 嘛，吼。所以第9和本哦，是快乐颂，因为 Wikipedia 是直接会使找到，是所以应该是不了侪人拢捌听到过啦。所以 C 了，说，然后贝多芬甲伊用入去第9号的交响曲，爱讲即马是真做欧洲联盟的民歌，嘛已经写入去欧洲联盟的宪法内底。所以伊即个伊甲伊翻译做欢乐颂，啊，当然欢乐快乐对咱有法度理解即个汉字意思是感觉共款嘛。当然恁硬要去讲的时阵，当然伊会使有可能情绪上的争吵，还是无共所在的用法的争吵嘛。反正就是主要是要讲即个物件。我比讲迄个吕昌唱线也可能是一个状态，四线我感觉是 OK 啦。然后伊就讲，19世纪的牧师改编做英文版的快乐颂、欢乐颂。合唱的时阵是全体齐声合唱。虽然讲无第9号交响曲演奏的时阵遐尼多彩变化，但是依然是真壮观，有互人想要冲破混淆、袂当压制的气势。就准讲迄个洪亮的巨响是来自1000个人的呐吼，但是众人共声，袂输毋是按人间出来，是按天顶来。有一位会当甲地球举起来的巨人来唱出来，吼。所以看下呀，可能好啦，歌词快乐快乐，后台语啊，这是即时口语。对啦，歹势，中文都安尼怪怪咧读啦吼，教育艺术读。消融悲愁的白云，驱散忧愁的阴影。隐形欢乐是主的温情主温，光照世界自清晨，按下知影清晨，万物快乐环绕你，环绕天上地面，譬如光，应该是满吧，满你的光，受你的恩惠吧。繁星天使为你唱，连绵赞美唱袂煞。松林琴国以高山。芬芳的草地与海洋，弦歌铃琴与流泉，高唱歌的鸟仔和楼顶动的泉水，同齐唱快乐颂合欢。你敢若四温又搁下面，世人永远会当披千古温。欢喜袂输那井袂干，快乐通比海洋遐尼深。上帝天主是人父，宇宙万民皆弟兄。甲我兄弟相友爱，情同手足
情同手足亲似海。这个快乐颂就安尼，惊波骇浪，雄风，惊波骇浪，雄风万里。你咧，哦，这伊一群个人咧台顶唱啊，真正是气势极强的对啊，只是惊波骇浪会使安怎讲啊？惊波万浪，惊波骇浪，真努力，真拍拼咧，找一个有够多迄种。真歹势，我无都随翻译的迄种词安尼，所以惊波骇浪。当然，照字读可能就是可能破真惊吓，吼，什么个雄风万里，团唱万里哈，一摆又搁一摆重复。规厝外共要压起来，震撼的乌语，震撼的乌语，唱断了天涯。听甲观众拢轻抗感调，目屎汞汞流，一直甲一股饱满欲爆的激情强制隐忍吼。你现场听，可能听甲真激动啊！你目屎汞汞流，一股饱满欲爆。伊即个，伊就讲这是主力学大会2礼拜上尾一天的上尾一个节目嘛，所以就是现场伫遐大家听甲真欢喜，还佫真激动安尼，所以就轮调。一个等到歌声消失，人无共了，就记载袂输那火山爆发安尼憋开，所以就噗啊声死过，那雷咧弹。世界主力学大会也就伫即种真乐痛又搁和谐气氛当中圆满结束。这是我是有生以来看过上界雄壮这个词，壮观，当然，也是气势真强，雄壮。直接读雄壮，伊拄则词一个什么雄壮嘛，是即个迄种的嘛，所以雄壮，伊刚刚最雄壮最感人，雄壮，壮观，气势真强嘛，所以。这是我是有生以来看过气势上强、上感动人的场面，迄个印象实在是太深刻啦。特别是迄最后一天的千人大合唱，只要伊目睭一个开，迄个舞内顶一千个面膜啊，1000张纷纭的脸孔，伊应该是讲各式各样嘛，因为1000个人是按世界各地来的嘛，所以舞台顶1000个。拢无相款的面膜的映在眼前，所以迄个深情的哈利路亚和宗歌的快乐颂，美丽又搁感动人的旋律，就不知不觉，搁伫咧耳孔边响起哦，真正是真厉害啊！你，我时间后边咧，等有空我可能暂时到遮好。这一张是敢若搁有。够几啊？敢若个20多页，所以绝对是可能直接读咧一届。伊后壁这一集是4页，毋过4页应该是我都伫咧3个文章以来读完。好啦，可能安尼啦，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龙德山的第2部曲《德》的第11章吼，千人大合唱。就暂时先第9集，读到遮，所以第10集可能明日有机会再继续读啦。好，感谢收听，安尼伫遮关房，谢谢，拜拜，再会。